當你同我面對面嘅時候，你嘅左邊就係我嘅右邊。如果大家都唔肯企喺對方嘅立場嚟睇嘅話，咁究竟邊個啱，邊個錯呢？人與人之間好多不必要嘅衝突，好多時就係咁樣發生噶啦。其實亦都帶出咗之前嗰章瓦比沙比所講嘅，萬事萬物時刻不斷變化，根本冇所謂完美或者不完美嘅，只不過係我哋要勉強去執着嘅啫。第7章作品係覺，可以睇到啲筆畫呢係有啲奇怪嘅，因為呢，我係用咗禪宗修行嘅時候其中一種頓斷一切思維嘅方法嚟畫嘅。禪宗祖師嘅教導方法好多時都係不合常理。